大家好，近年健身風氣越嚟越盛行，唔少人都想透過運動改善健康同埋身形，但係對於新手嚟講，點樣開始往往都係一個大難題。今日我哋為你準備咗新手必學7個黃金動作，去針對7個主要肌群。呢啲動作簡單易上手，唔需要複雜嘅器材，喺屋企都可以輕鬆咁樣完成。每日都只需要抽10分鐘嘅時間，1個禮拜就可以練晒全身，幫你打好健身基礎，提升體能同埋線條感。無論你係完全冇經驗，定係想重新開始，呢7個動作都會係你最佳嘅選擇。準備好未？一齊開始啦！首先將啞鈴放喺大腿上，然後慢慢躺下，將啞鈴帶到胸部兩側位置，吸氣，然後用胸部發力，將啞鈴垂直向上推，直到雙臂完全伸直。喺頂部稍作停留，確保胸部完全收縮，啞鈴之間可以保持少許距離，唔需要碰撞。慢慢控制下降啞鈴，將啞鈴放回胸部兩側，保持寸關節彎曲。下降速度控制住，確保肌肉受力。將非訓練側嘅膝頭同埋手掌支撐喺凳面上，保持背部平坦。前傾至軀幹接近水平，啞鈴自然下垂，手臂伸直但手踭微彎，掌心向內。呼氣時，先啟動背部肌肉，帶動啞鈴沿住身體側面向上，拉至啞鈴接近下腹部或者肋骨下緣，手部略超過背部平面，肩胛骨後縮擠壓。吸氣嘅時候，緩慢下放啞鈴至起始位置，感受背部肌肉伸展。站立，雙腳與肩同寬，膝蓋微彎，保持核心穩定，手臂自然下垂，掌心朝向身體，保持背部挺直。吸氣，慢慢將啞鈴兩側抬起，手踭微彎，直到手臂與地面平衡。注意動作控制，避免利用慣性甩動啞鈴。喺最高點稍作停頓，感受肩部肌肉嘅收縮。站立，雙腳與肩同寬，膝蓋微彎，保持核心穩定，保持背部挺直，以免身體前後晃動。吸氣，慢慢將啞鈴向上彎舉，手踭緊貼身體兩側，直到啞鈴接近肩膀高度。喺最高點稍作停頓，感受二頭肌嘅收縮。吸氣，慢慢將啞鈴放返起始位置，保持動作控制。雙手各持一個啞鈴，雙腳抬起，膝蓋彎曲呈90度。吸氣，慢慢將右腿同左臂同時下放，右腿伸直，接近地面但不觸地，左臂向頭部方向伸展，啞鈴貼近地面。呼氣，慢慢將右腿同左臂收回起始位置，左右重複動作。將啞鈴橫放喺髖部上，雙手扶穩啞鈴，避免滑動，核心收緊。呼氣，腳跟發力，將臀部向上推起，直到身體同肩膀到膝蓋成一條直線。喺頂峰收縮臀大肌，停留1至2秒。吸氣，慢慢將臀部放回起始位置，但唔好完全接觸地面，保持張力。吸氣，屈髖屈膝，慢慢下蹲，臀部向後推，好似坐喺張凳上邊。下蹲至大腿與地面平衡，膝蓋與腳尖方向一致，避免內扣。注意保持重心喺腳掌中央，避免前傾。呼氣，腳跟發力，
慢慢站回起始位置，保持動作控制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新手健身黃金7個動作。記住啊，健身唔需要一步登天，最緊要係堅持同埋循序漸進。每日抽少少時間，你就會慢慢發現到自己嘅進步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仲可以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一齊開始健身之旅添。下次我哋會再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嘅實用健身貼士。下次見，大家加油！